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我们的电视台邀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啊，他就是李路燕李老师。因为李老师是海外粤剧联盟代表拉斯维加斯的共同主席。那么呢，李老师您好，可以先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吗？嗨，大家好，我是粤剧小生李路燕，我现在呢是在拉斯维加斯居住。这次很高兴来参加洛杉矶第5届传承杯的国际艺术节，谢谢大家。非常欢迎李老师的到来。李老师呢，这次是来参加我们第5届美国传承杯艺术节的粤剧专场的表演嘉宾之一。而且呢，这次的粤剧专场啊，即将会是我们的开场表演。最开场的时候，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那么，李老师呢，可以问您一下，这次参加我们的这个传承杯艺术节，您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感想吗？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是非常的激动的。是的。其实，因为我们移民美国也有几年嘛。然后能够重上舞台，然后继续演绎我们非常热爱的粤剧事业，一定是非常高兴的。这一次我们一起过来的有加拿大的师姐，我是最小的一个哈，目前对，有加拿大过来的，也有波士顿过来的师姐，对，纽约过来的。然后我们的那个主符鼓板，他们也非常厉害，原来都是给上海老一代艺术家给他们伴奏的首席主符和首席鼓板，所以说特别的棒。其实我们这次有那个就是新芬师姐，另外还有一个叫陈琴香师姐，她是从纽约过来的。原来我只有说大家因为菲菲姐姐帮我们拉到就是 WeChat 一个聊天的记录嘛，那只是在网上有看到过聊过，是的。但是呢也没有见过面，但是一见面，因为大家都是学习从事粤剧这个艺术已经是很多年的，对的，所以就是我们是完全是一见如故，这好，一见如故，对，就是。和他们在一起，我们大家就是一起聊天啊，一起排练啊，这2天一起生活呀，真的是特别特别开心，好像又仿佛回到了以前在国内在院团里面一起工作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华人吧，在这边要组织一场这种特别专业性的演出，而且又是一个粤剧的一个专场，中国文化对，是非常不容易的。是的，所以我说也很感谢 Sophie 姐姐、李英总裁，真的是他们对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执着、一个热爱的精神，然后才特别促成了我们的这一次的演出，所以我们也是很期待，非常的高兴。这一次演出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大家的执着和大家的一样这个热爱粤剧，同时还有因为您这么多专业的这个粤剧表演艺术家的到来，才能让这次的节目如此成功的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经过这几天的排练，然后能以一个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也希望我们洛杉矶的观众能喜欢我们的粤剧。那么呢，在这次的传承杯艺术节中，您可以为我们的观众稍微透露一下，您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曲目吗？这次我和菲菲姐姐是共同出演一段折子戏，然后是粤剧特别著名的一个片段。追鱼里面的书馆，所以呢，他演一个美人鱼，然后我去追他。你这样的讲解，对，观众们非常的容易理解，同时非常的期待这次的故事和这次您会带来怎么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演绎。那么呢，同时想问一下，您在海外的这么些年，有没有做一些关于粤剧方面的文化传承？就是比如说参加了这种艺术节啊，这种表演。去年的时候我也参加了第4届，所以您是有经常参加这些也不是说经常吧，我觉得在这边可能平时一些小型的这些聚会，比如说华人的中秋节呀，或者是新年啊、迎新年，但是通常就是你说要办上，然后组织一台就是粤剧的折子戏，这种机会比较少。通常我们是说只是清唱一段，这样子展现给大家，对。但是这样比较大规模的就比较少，又在那么
那么大的一个剧场里面啊，然后现场又有那么大的一个乐队，对，这种就是比较难得，非常难得的一次非常专业性的这样子的演出。对，然后去年的时候是开幕式嘛，我记得是一个综合演出，然后我也是跟菲菲姐姐共同搭档了一个《惜别离》，然后我再清唱了一段《金玉良缘》，但是它是就是综合性的一台演出，然后这次就非常的特别了，是整个一台粤剧的折子戏专场，非常期待，非常期待您所说的这一切。那么呢，对于即将观看我们的这个第5届美国传承杯艺术节的这些观众朋友们，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我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粤剧，喜欢我们粤剧。然后在海外，我也希望我们能有机会把我们的传统艺术，把我们的粤剧艺术，传播给大家吧。对，不管在海内外，都有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人。好的，非常感谢您，李老师，也非常期待您所即将带来的这些曲目。我们在第5届美国传承杯艺术节期待看到您的演出。好的，谢谢大家。